呢條片示範點樣用睿捷銳意應用程式部署設備。仲喺度為複雜嘅設備部署過程而煩惱？睿捷銳意應用程式版本 9.0.9 簡化咗自組網配置，加快設備部署速度。睿捷銳意應用程式支持兩種設備部署模式：一、連接到 WiFi 網絡；二、掃描二維碼或者輸入設備 SN。如果你嘅自我組織網絡包含無線設備，例如無線網關、AP、橋接器或者家用路由器，建議你連接到所發射嘅 WiFi 信號進行部署配置。如果自我組織網絡上嘅設備唔能夠發射 WiFi 信號，你可以掃描設備名牌上的二維碼或者手動輸入設備 SN 進行部署配置。部署之前，確保設備根據網絡計劃正確連接，已連接到互聯網並已開機。登錄睿捷銳意應用程式，兩種部署模式會分別介紹。點擊加號添加項目，選擇連接到 WiFi， 然後點擊繼續。選擇喺自我組織網絡上發射 WiFi 信號嘅設備類型，然後點擊繼續。確認設備已正確連接並開機後，點擊開始。點擊連接已連接到自我組織網絡上設備發射嘅 WiFi 信號。唔同設備類型嘅默認 WiFi 名稱如下。連接完成後，返回睿捷銳意應用程式，配置自我組織網絡上設備嘅登錄密碼。點擊確定，確認設備拓撲正確後，點擊開始配置。輸入 WiFi 名稱，項目名稱會自動同 WiFi 名稱同步。輸入 WiFi 密碼。如果系統檢測到設備已通過動態主機配置協議連接到互聯網，睿捷銳意應用程式會自動完成廣域網絡配置。如果未使用 DHCP 進行網絡連接，根據實際情況配置廣域網絡。點擊保存。配置成功交付後， WiFi 信號會重置。點擊連接以重新連接到 WiFi 網絡。完成 WiFi 連接後，返回睿捷銳意應用程式，你將自動定向到項目首頁。點擊加號添加項目，選擇掃描或輸入 SN， 然後點擊繼續。掃描設備底部嘅二維碼，睿捷銳意應用程式會自動識別設備。如果設備唔喺附近，點擊手動輸入並輸入設備 SN， 點擊添加，輸入 WiFi 名稱，項目名稱會自動同 WiFi 名稱同步。輸入 WiFi 密碼，設定自我組織網絡上嘅設備登入密碼，根據設備位置設置國家或地區。點擊確定，配置成功後，你將會定向到項目主頁。感謝你嘅觀看。掃描左邊嘅二維碼提供反饋或分享你對影片嘅建議。掃描右邊嘅二維碼訪問睿捷銳意官方網站上嘅產品文檔。你嘅支持係我哋進步嘅動力。下次再見。